哋請嚟一位嘉賓咧，又係好關注大家嘅健康嘅。我哋有何惠恩中醫師，何醫師早晨啊！早晨啊，早晨，佛師小新你哋好。嗱，有一個問題咧，係大家心入邊咧都會成日都問噶啦，呢一排有一啲關於中成藥嘅，嗱有邊啲名係大家熟啊？你話啦？蓮花清瘟膠囊。我咧就又熟呢個藿香正氣。咁有好多呢啲嘅名嚇。仲有一個金花火粒係啦，呢一啲即係讀出嚟都翹口又慘。金花清感火粒係啦，金花清感火粒，蓮花清瘟膠囊。蓮花唔係蓮花。蓮花清瘟膠囊，仲有藿香正氣，但其實呢一啲喺國家嘅編制入邊咧，都係有效去對應呢一個新冠疫情啦。咁但係唔同人嘅唔同體質去服食嘅時候咧，亦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嘅。何醫師，3種中成藥，乜嘢體質嘅人應該點樣食咧？即係萬一真係咧不幸感染咗新冠肺炎啦，咁手頭上咧有3種唔同嘅中成藥咧，咁大家咧就可以按自己嘅體質同埋症型去分辨使用呢啲中成藥嘅。咁如果咧係大家最出名嘅就係蓮花清瘟膠囊，咁裡面嘅君藥咧，我哋話主要成分咧就係蓮花同埋金銀花同埋連翹，咁咧其中咧就係清熱解毒啦，佢嗰個解毒嘅功效係最強嘅，咁所以咧就係同埋咧佢另外亦都有咧可能係板藍根啦，大家都知道咧板藍根係抗病毒非常有效嘅中成藥中藥啦，另外咧亦都有冠狀啦，亦都可以幫我哋咧解毒啦，利咽針對一啲喉嚨痛、發燒比較高。同埋咧，可能另外咧，亦都有腸胃咧，可能唔通暢啦。咁我哋咧就話，如果係高熱嘅時候咧，可以食銀花清瘟膠囊嘅話咧，就幫助我哋咧清熱解毒啦、利咽啦，針對喉嚨痛比較劇烈嘅朋友。另外咧，可能佢哋腸胃咧，亦都係比較去唔到廁所。咁所以咧，如果體質比較強啦、發熱重啦、喉嚨痛嘅朋友咧，就適合啦。咁另外第二樣嘢咧，就係介紹咧，大家係關於呢個金花清感火粒嘅，係啦，金花清感火粒咧，同樣咧佢嘅君藥咧，亦都係金銀花啦。咁咧，但係咧佢就適用於咧嗰個高熱喉嚨痛，但係咧嗰個程度咧可能冇頭先講咧蓮花清瘟膠囊咁劇烈嘅朋友啦，體質咧唔需要咁壯實嘅，都可以服用呢個金花清感火粒嘅。咁佢咧就當中咧就冇大黃啦呢啲瀉下嘅中藥啦，所以食完之後咧就唔會話容易咧出現去廁所比較多嘅情況。咁體質冇咁壯實嘅人士咧都可以按照說明書上面嘅比例去服用嘅。咁最後咧就係介紹翻咧藿香正氣散啦。藿香正氣散咧其實就最啱咧春天、夏天咧暑濕比較重啦。本身咧就可能內有濕滯啦，外面咧亦都感受寒濕嘅朋友使用嘅。咁症狀咧就係有頭暈啦、頭重啦、感冒啦，亦都係有上吐下瀉呢個特點。大家找住咧上吐下瀉嘅特點去使用，外感風寒暑濕就啱噶啦。我有問題。係你係咪濕滯啊？你我就唔濕滯。你咁樣問我就有啲濕滯啦。係。我要問下何醫師，就係關於呢個蓮花清瘟膠囊咧，你啱啱就提到可能咧比較壯嘅受得會唔會咁？我哋啲聽眾就會理解為會唔會即係我要本身體格都幾好，或者我個底幾好，先叫做喺中醫學嗰度咧，成日都話你受唔受得住啊？係因為啲人就話好寒啊，好寒，驚自己受唔住。其實點樣為之壯咧？係啦，呢個係咪要大隻啲或者健康啲，個底好啲先適合？即係你睇佢個樣，佢可唔可以蓮花清瘟膠囊咧？萬一大吉利是有咩事嘅時候？小新咁壯健就當然冇問題啦，一睇就知佢平時老虎都打死幾隻。咁咧，我哋講翻啦，嗰個對應方法咧就係其實咧，多數咧都係成年人啦，身體咧平時係冇乜大嘅問題嘅，都係好少容易生病嘅朋友咧，咁去食咧蓮花清瘟膠囊咧，就應該大致上冇乜問題。不過記得咧，藥咧就係重病即止，就不能過服嘅。如果咧係高燒、喉嚨痛喺食藥之後咧減退嘅話咧，咁你嗰個服用嘅次數啦，同埋佢嘅劑量咧，亦都要相對減輕。咁如果咧係服用完之後咧已經高熱退啦，喉嚨痛亦都退咧，就
唔再需要食呢個蓮花清瘟膠囊㗎啦，咁就可以翻。我又有問題啦，嚇咁係咪即係我可以理解為咧，好弱啲，比較冇咁精神嘅，或者平時都易病嘅朋友仔就唔係咁適合選擇蓮花清瘟膠囊咧？可唔可以咁理解？都可以嘅，所以咧，我哋仲有第二個選擇就係金花清感顆粒啦。如果咧體質相對冇咁壯實啦，亦都發燒冇咁強啦，喉嚨痛相對弱啲嘅朋友咧，如果手頭上有金花清感顆粒咧，係可以使用嘅。但我有聽人講過啦，食藿香正氣散嘅話啦，又或者有啲係藿香正氣水啦。食完之後咧，會覺得好乾喎，有啲人會。咁咩體質嘅人係唔啱食藿香正氣呢一種嘅藥物嘅咧？如果本身咧未病之前咧已經係經常陰虛啦，又或者佢根本咧係冇表現咧一個暑濕啊或者係濕滯嘅情況，即係佢本身可能冇話頭暈、好想嘔、腸胃型嘅飽滯，又或者冇下瀉嘅話咧，佢就唔適合啦，因為佢冇濕呢個症狀咧。呢個藿香正氣散咧本身係比較芳香啦、化濕比較重嘅，反而咧如果冇呢啲症狀嘅人士咧，食咗係會覺得更加喉嚨乾唔舒服㗎。OK。但係如果頭先我哋提嘅3種嘅藥物啦，蓮花清瘟膠囊啦、金花清感顆粒啦、藿香正氣散啦，3種如果即係自己中成藥食得唔啱嘅話咧，會出現一啲相對冇咁好嘅情況，可能會係啲乜嘢㗎？上咧遇到一啲可能屋企人俾佢食嘅，但係咧本身體質冇咁壯實，相對體質比較虛弱嘅朋友食咗咧，可能會出現頭暈啦，或者係胃痛啦、肚屙嘅情況。咁通常咧呢啲朋友咧，佢本身發熱咧就係比較輕啦，惡寒比較重。咁咧感受咗呢個瘟疫之後咧，可能唔出現喉嚨痛嘅，反而係會覺得咧昏昏欲睡、精神比較差、容易肚屙、肚痛嘅人士咧，就唔適合食剛才介紹嘅3款中成藥啦。咁反而咧，如果真係手邊咧未必有好適合嘅藥物咧，好簡單。如果體質比較虛寒、出現陽虛嘅朋友咧，我會介紹翻陳皮、山姜，好簡單嘅幫佢哋咧溫陽啦、化濕啦，咁就已經係可以幫佢哋舒緩佢哋中疫啱啱中疫情嘅不適感覺㗎啦。嗱，有個問題又想問下嘅，不過我覺得咧就休息翻嚟咧就再問下醫師，因為咧我諗好多聽眾都仲有好多疑問啦，點樣揀啊？甚至有啲老友記咧會覺得我自己屋企人啊，我媽咪啊，我未有，我使唔使食定先？未有已經食定先啊！哇！呢啲問題我相信係會有人遇到嘅，一陣翻嚟再講。埋嚟介紹翻，介紹翻小新同埋拔絲咧，繼續同何醫師咧傾下偈啦。啱啱小新就話啦，我真係真實個案嚟嘅，我屋企人咧就未染疫，好彩。咁但係咧就我媽咧就擔心到咧，哎呀，我而家要去買嗰啲蓮花清瘟膠囊，你食定先啦。咁佢諗住可能打定底先啊。係啊，呢啲嗱。以上啱啱我哋提到嘅幾種藥方啦，都唔適合咁樣做，定係點樣咧？問一問何醫師。係好多人咧手頭上已經自備咗抗疫中成藥啦，不過咧如果冇任何症狀咧，其實我哋並不適宜咧預先服用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啲藥咧多數咧都係比較清熱啦、解毒啦。其實如果冇病毒嘅情況底下咧，會就咁食咧削弱咗我哋本身人體嘅正氣，反而咧對我哋咧抗病毒啦係冇幫助嘅，甚至係有問題添。咁所以勸議大家咧，如果冇任何嘅病徵咧，就千祈唔好服用啦。嗱，喺確診期間服用嘅中成藥啦，大家都從何醫師嗰度了解。當然，服用任何嘅中成藥之前，甚至中藥之前咧，記得諮詢翻你嘅中醫師。好啦，嗱，病嘅情況大家講咗啦，病好咗之後，身邊有好多朋友已經陰性啦，好翻。但係都話覺得攰冇氣，
行步路都喘氣，以前唔係咁樣嘅喎。其實點解會有呢個情況？如果遇到呢個情況，點算好咧？因為咧好多時咧感染完之後咧，大家咧都會咧正氣有所虧損啊，所以咧對尤其是對肺氣啦、脾氣啦，我哋講脾為個脾啦，正氣咧就會有所損耗。咁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咧喺轉咗陰啦。病徵咧，亦都冇再咁明顯嘅時候咧，其實亦都可以咧治服一啲慢慢將你身體恢復嘅湯水咧，去減少咧當中因為病情之後嘅後遺症嘅。講起湯水咧，咁我可以知道介紹下。係啦，何醫師有介紹喎，聽聽先啊。嗱，而家咧，大家咧，我會建議大家攞定你個手提電話出嚟先，然後咧。何醫師會介紹啲湯方，呢一種湯方咧係有3款嘅。你未確診即係身壯力健嘅時候打定底嘅有1款，確診期間即係你仲陽性緊喎，飲咩好咧？又有1款，同埋一個你好返啦，陽性轉陰性之後又應該飲咩咧？有3款。想記低嘅話咧，而家可以攞低你嘅手提電話，影住個電視熒光幕。萬一你真係錯過咗咧，都可以上我哋港台網站又或者 YouTube 重溫嘅。咁何醫師，我哋嚟咯喎！第一個確診前身壯力健應該飲咩打定底好咧？有五子無桃、淮山、扁豆、玉米酥湯。咁咧大概咧我哋可以用五子無桃啦，去幫我哋咧補肺氣啦、補脾氣，亦都有助利濕嘅。咁另外咧，介於咧春夏天個特色咧，就係比較潮濕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用咧健脾利濕嘅材料咧，去幫助我哋大家咧恢復翻我哋身體嘅平衡啦。尤其是咧減少濕氣咧，令到個人咧更加精神，幫助我哋咧扶正我哋嘅肺脾咧，可以有助咧幫助我哋增加正氣啦，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嘅免疫力嘅。為咗令到呢個湯水咧更加適合同埋更加美味咧，我哋仲可以揀一啲咧當季嘅瓜果加落去嘅。例如春天咧，我哋肝氣咧比較旺盛嘅時候咧，我非常之推薦大家咧可以加佛手瓜。到咗夏天咧，暑濕嚟緊啦，比較犀利嘅時候咧，大家就可以加冬瓜消暑利濕，味道更加好，而且咧亦都適合我哋當時嘅天氣㗎喎。呢一個咧就係未確診之前，我哋強身健體劑五子無桃淮山玉米酥扁豆湯啦。跟住落嚟要講嘅咧就係萬一真係不幸地啦確診咗喎，咁啊有啲乜嘢嘅建議咧？何醫師？係冇錯，如果咧萬一咧唔小心確診咗咧，大家好簡單咧，可能都會有喉嚨不適嘅情況。咁我今日咧就介紹大家咧清熱利咽茶啦。咁材料好簡單，可能屋企都會有噶啦。咁簡單咧有胎菊啦，如果真係冇胎菊咧，可以用菊花代替。咁有金銀花啦，咁咧亦都係咧我哋頭先講銀花清瘟膠囊嘅君藥嚟嘅。咁仲有咧可以幫我哋生津利咽嘅桔梗。甘草。咁另外咧，亦都防止大家咧可能中咗疫情之後咧，好容易有咳嗽啊。咁所以我哋有南北杏。咁將以上材料咧，我哋就可以咧將佢咧用細火啦煲20分鐘，因為咧係比較芳香清輕嘅氣味啦，要取佢，我哋就不宜久煮嘅。咁可以咧一日咧飲翻呢個份量咧，就可以即刻咧幫我哋舒緩咗喉嚨痛不適啦，同埋發高熱嘅情況嘅。呢個雙花桔梗茶咧，大家可以影低，就係你確診期間想舒緩啲症狀咧，就可以飲啦。好啦，嗱，未病之前有一個湯，病嘅期間有一個茶，好翻咯喎，好翻都有喎。係好翻咧，都可以再介紹大家咧好好飲嘅湯水喎，可以補足咧大家頭先講咧，經常覺得氣不足啦、氣喘嘅問題嘅。咁咧，我哋可以用，因為咧可能發完高熱啦，大家都會有一個咧比較缺少津液嘅情況啦，所以我哋今日咧帶嚟呢個咧就可以幫我哋咧補肺啦、潤肺生津嘅湯水。咁咧材料就有我哋用雪梨啦，用南沙參啦，用麥冬、南北杏、陳皮、玉竹同埋無花果嘅。咁咧，我哋好簡單啦，我哋咧就將呢啲材料咧洗乾淨就攞去煲。咁大家咧就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呢個南沙參。咁其實咧一般市面上咧，我哋好多時咧都會買到北沙參嘅。
咁如果南沙參咧就比較強於補肺氣，北沙參咧就可以強於咧補我哋嘅胃陰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買唔到南沙參都唔緊要嘅，用北沙參去代替都係適合嘅。明白啦。啱啱咧即係有3個嘅湯方啦，食療啦，咁啊大家咧最好咧就影低咗佢咧。然之後就慢慢備用啦，咁樣。但係如果頭先錯過咗機會嘅，唔需要驚，上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香港暖流嘅電視版嘅頁數咧，就可以咧重溫，亦都可以上 YouTube 嗰度打香港暖流咧，都可以重溫今日節目，就可以揾翻頭先嘅一啲食療湯方啦。亦都今日介紹咗嗰3款中成藥。萬一頭先阿何醫師就講過話，身邊真係發病嘅時候冇呢3款中成藥嘅話，由我哋講多次，有邊2樣嘢可以幫到大家咧？係可以咧，萬一咧，如果譬如身邊冇嗰3隻中成藥，而你當中咧又冇出現高燒、喉嚨痛嘅情況，好簡單，陳皮同埋山薑咧煎水咧就可以幫你咧驅除寒氣啦，亦都可以咧健脾化濕，可以幫助你舒緩你嘅症狀嘅。咁啊，今集咧好多謝何醫師啦，咁啊記住咯，各位。